康泰旅遊巴喺菲律賓被槍手挾持，最終造成8名香港旅客死亡嘅悲劇，亦都成為本台 Facebook page 上面民眾熱門嘅討論嘅評論嘅主題。由記者蔡嘉欣帶我哋睇睇。嘉欣，交俾你。好啊，郭書，呢一個星期我哋嘅 fans 討論最熱門嘅話題係菲律賓挾持人質嘅事件，我哋嚟睇睇觀眾嘅意見。香港8名旅客喺菲律賓客死異鄉，民眾嘅留言亦都比平日多，好似民眾 Kun Yim 同 Eddie 都話表示心痛。Jelly 同埋 Dennis 等民眾都質疑菲律賓警方嘅處理手法，包括槍手嘅要求以及人質安全為首要等重點。對事件真相亦都係網民所期待㗎，唔少留言都流露民眾嘅激動情緒。而另一名自稱有菲裔同華裔血統嘅 Daisy 就話菲律賓人一樣為事件難過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 ，Fiona 就話今次香港政府反應快，有責任感，係一個有效率嘅政府。灣區新聞方面，有人嫌豐田 Toyota 嘅油電混合動力車 Prius 太靜，可能引起交通意外問題，推出擴音器令到車嘈啲。網民對車應該嘈定靜唔同見解。Martin 就話嫌太靜就不如開收音機。CM 就認同話有一次停車場俾一架 Prius 駛近嘅時候一啲都唔為意。另外，三藩市垃圾回收率達到7成7，破全國嘅紀錄。3個垃圾桶其中一個食物渣滓1個星期先收一次，引起發臭。Catherine 就話發臭同惹嚟蟲蟲，好痛苦，希望政府隔2-3日收走一次。Shelly 就提供小貼士，話可以用分解嘅膠袋將殘渣包好再綁實，保持衛生。嘉欣啊，咁大嘅新聞的確難怪咧，係咁多嘅觀眾係想發表佢哋嘅意見啊。係啊，郭書。呢一個星期咧，即使喺灣區嘅民眾咧，對今次悲劇咧，亦都抒發咗不同嘅情緒。咁我哋繼續係歡迎咧，我哋嘅 fans 啊，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上面咧，以和平同埋尊重嘅態度咧，係分享你嘅睇法嘅，就係 facebook.com/ktsf26嘅。唔該晒你，嘉欣。